見到我有一個客廳咧，直出呢個空中花園啦，望住一個向南嘅維港海景。今日 Hugo 咧又帶你睇一間靚嘢，就係好多人夢寐以求啦，一個香港核心地段奧運站嘅一間天際皇宮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我 Hugo。今日咧帶大家睇一間咧奧運站嘅天際皇宮屋。拍攝之前咧，首先咧多謝業主啦，邀請我過嚟參觀呢間靚嘢。其實呢個盤咧，我之前都有留意過，不過咧機緣巧合咧，今日終於有機會可以拍俾大家睇。今日我哋參觀嘅單位咧係一個黃金比例，個廳咧實用面積咧成間屋咧有4000尺。咁啊講緊呢個空中花園啊，連埋天台嘅戶外空間咧，加埋都差唔多4000尺。咁啊講緊最大賣點咧就係我身後呢個向南嘅維港海景。呢間屋咧一入到嚟咧，好有一個咧洋房別墅嘅氣派。首先我哋由大門合到嚟咧，一個好有氣勢嘅玄關位，本身都做咗少少鞋櫃啦。後邊咧另外仲有一個咧好大嘅空中花園咧，可以做 BBQ area。但係我哋先參觀客廳嘅位置。一入到客廳區咧，你會見到一個闊銀幕 IMAX 級嘅一個維港海景。講緊咧成個廳咧個長咧大概係11米左右啦，可以望住一個向南嘅維港海景，非常之震撼。橫廳嘅好處咧就係成間屋咧採光度非常高。你見到啦，業主咧將佢區分咗一個客飯廳啦。首先我哋咧喺呢個客廳嘅位置做一個 L 型嘅大梳化，除咗可以望到側邊嘅電視機位咧，最主要咧就係招呼客人啊朋友嘅時候咧，平時都可以欣賞到咁靚嘅海景。而佢旁邊咧就係飯廳嘅位置，外連空中花園。過到嚟飯廳呢個位置啦，你見到而家咧就擺一張咧大概8至10人嘅飯台啦。其實成個空間感咧非常之足夠，你話再容納多啲座位都冇問題。另外側邊咧兩邊仲有位置可以擺一個餐邊櫃啦。過到嚟呢邊咧做咗一個 pantry 位置或者一個品酒區啦。咁如果你話咧自己中意飲紅酒啊、品嚐下美酒嘅話咧，其實呢度可以做一個好大型嘅酒櫃。咁如果平時未食飯之前咧喺度招呼朋友，因為成間屋咧個設計都係咧盡量咧要將出邊個景咧引景入屋。你見到無論景觀啊同埋光線咧，呢個位置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君匯港咧由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發展商啦，新鴻基發展，總共提供5座物業，大概有1500伙左右。但係今日我哋睇呢間咧係叫做鑽石級嘅豪宅，因為成個君匯港咧只有2間咧頂層嘅天池屋，而我哋今日身處咧就係其中一間。呢間屋咧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戶外空間非常多。我哋咧客廳行出嚟咧，呢度本身一個少少嘅空中花園啦。咁其實呢個位咧最啱就係咩咧？可以咧攞住杯白蘭地或者紅酒，同啲 friend 咧喺度食雪茄，望住咁靚嘅海景。同埋咧，佢除咗咧可以喺客廳行出嚟咧，廚房都行到出嚟。如果你話真係要搞啲咧20幾30人嘅大型聚會啊、燒嘢食嘅話咧，啱啱我哋喺翻大門後邊嗰個空中花園咧，會再巨型啲，會更加適合咧搞啲大型嘅 gathering。但係如果你係平時喺自己屋企裏邊咧，已經可以享受到咁靚嘅戶外空間咧，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正㗎啦。原空中花園行到入嚟咧，就係廚房嘅位置，都係一般咧一個頂級豪宅嘅標配。自己有個 island 中島喺度，平時可以喺度食早餐。另外咧，佢都配備一個10 CL 冰箱啊，同埋 Miele 嘅一啲爐具啦。同埋本身咧廚房嘅採光度非常高嘅，除咗我哋前面有個空中花園嗰個採光之後咧，後邊仲有一片咧城市景可以望到，而且你睇到咧佢個收納空間啊、櫥櫃空間咧非常之寬闊。今次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4000尺啦，睡房區咧主要分咗2層。我哋客廳咧首先呢一層咧會有一個開放式嘅書房啦，入邊咧會有一個套房嘅位置。首先我哋參觀嘅書房嘅位置咧，佢做一個百葉窗咧，可以同外面咧有一個互動嘅空間。呢間屋咧有一個咧好大嘅優點，就係所有嘅房間咧都會望到我身後咧咁靚嘅維港海景。
我哋參觀咧客廳層呢個套房嘅位置。首先我左手邊咧有一個好大型嘅衣帽間咧，已經做咗好充足嘅收納空間。右邊咧經過套廁咧，再轉入嚟咧就係寢區嘅位置。呢間睡房咧除咗唔使行樓梯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優點，就係咧有一個落地玻璃，兩邊有一個對流窗。除咗採光之外咧，通風亦都係非常之唔錯。而且喺我左手邊呢個位置咧，仲有一個戶外置嘅一個空間啦。如果你話老人家住咧，整個露天茶室俾佢都幾正嘅。我哋喺客廳層咧，大門旁邊嘅玻璃門推出嚟，就係頭先我講咧，另外一個咧超巨型嘅空中花園。呢個位置咧，你睇到啦，從鏡頭啦睇到個距離就知道足夠咧，你容納一個20至30人。如果平時咧可以咧新春期間啦，招呼啲親戚朋友翻嚟燒嘢食嘅話咧，呢個位置係非常適合啦，可以擺2張戶外嘅大餐台啦，同埋一個燒烤區。其實我哋空中花園嘅位置咧，你會睇到我哋嘅制高點啦，望出去個城市景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其實如果我哋平時揸車咧經呢個西隧啦，過奧海城咧，會零零舍舍咧望到2座摩天大廈特別高咧，就係今日我哋身處個君匯港嘅第1、第2座。經內置樓梯上到嚟咧，就係第2層先經過呢個 family room 嘅位置。由於個實用面積咧都有成4000尺，所以你見到咧所有空間咧都非常之寬敞。呢個單位咧現時係一個3套房間隔。我哋上到嚟第2層咧，除咗主人套房咧，我哋參觀呢個細套房先。咁當然啦，細套房啦係一個實用面積4000尺嘅空間咧，都係非常之巨大嘅。你見到兩邊同樣都有對流窗啦，樓底亦都係特別高。過到嚟呢個位咧就係佢套廁嘅空間。另外咧都有一個咧好大型嘅衣帽間啦，咁可以做好多收納嘅空間嘅。再過到嚟咧，我哋參觀主人套房嘅位置。主人套房空間咧，同樣係非常之寬敞。首先鏡頭後邊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型嘅衣帽間。我哋未入寢區之前咧，呢度有一個偏廳區啦。咁而家業主又擺咗鋼琴喺度。其實咧，你話咧呢度擺張梳化仔啊，飲杯咖啡，望住咁靚海景咧，都幾超下。近年咧睇好多天際皇宮屋咧，每間屋都有一個咧特定嘅打卡點。我哋今次參觀嘅主人浴室咧，佢個打卡點咧就係擺一個淋浴區，喺度沖涼咧，好似喺維港浸浴一樣。經過主人房偏廳嘅位置咧，入到嚟咧，呢個就係寢區。首先咧，我哋震撼眼球咧就係一張咧比 king size 床咧更大啊，特別訂製一個大型雙人床。最恐怖咧就係咧擺完呢張特製嘅雙人床咧，同埋一個按摩椅之後咧，呢邊咧仲有一個咧媲美而家咧時下嗰啲3房單位嘅客廳位置，而且咧成間屋咧都好似我咁講啦，係望晒成個維港海景嘅。而喺後邊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好巨型嘅書房。不過咧，因為業主有啲私人物品啦，我哋唔方便拍攝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咁啊記住聯絡我，帶你現場參觀一下啦。最後啦，我哋上到嚟咧呢間屋咧最吸睛嘅地方就係一個咧私人游泳池。講緊咧，我哋近年睇好多天際皇宮啦，但係老實講嘅，唔係個個泳池游到水。今日咧參觀呢個特色單位咧，佢個泳池咧真係足夠你一家4口咧喺度游水暢泳。我哋經常咧遇到好多客人咧，我又想咧要揾間別墅啊、複式單位，有好多戶外空間，最好有埋私人游泳池。但係咧有個矛盾點，佢哋好多時咧都想交通方便。但係我老實講，類似嘅市區啦、複式嘅天際皇宮屋咧，寥寥可數，而且實用面積咧可以去到4000尺，加上戶外空間都可以去到1比1咧，4000尺咧係非常之稀缺。即係咁講啦，如果你話成個奧運站咧要揾同類嘅對手都唔係咁易嘅，加上咧佢都咧連咗2個車位。今日咧好多謝呢個業主咧邀請我嚟參觀一間咁靚嘅單位啦。
另外咧，我都問咗有冇啲 special offer 俾我 YouTube 觀眾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同佢傾咗係有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知道呢個單位嘅驚喜底價啦，咁啊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有我微信啦嘛 WhatsApp 嘅 QR code，掃一掃可以揾到我噶啦。最後希望咧各位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